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伫中国甲美国的军舰伫顶礼拜六协调相动，迄当时有一只美国、一只加拿大的军舰，当为这个南平向北驶，经过着台湾海峡，所一台中国军舰向冲过来的插对头前去，甲这美国的军舰只有差137公尺，美军是赶紧打动。美国国防部长就批评中国无负责任，想袂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却甲伊应讲，美军也爱管好家己。画面显示，美国军舰将军号由南向北行，想要到一只中国军舰为岛平切入头前的航道，必须将军号减速，互对方先通过。为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更较清楚，双方迄时阵上近只隔137公尺，差1点多的相同。这代志发生伫礼拜六，美军了后指出，迄时阵将军号甲加拿大护卫舰蒙特罗号则国际法通过台湾海峡，执行例行任务，说互中国军舰用无安全的方式接近。真危险！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会，美国国防部长也谴责中军的行为无负责任。You know, I've voiced my concern about the irresponsible behavior we've seen with close intercepts and the coercive behavior that we see in the waterways. 暗过出席共一场合的中国国防部长是反呛，美军军舰通过台海是为倡导，爱国管好家己的军舰甲无人机。关键是我们要防止假借自由航行，实行航行霸权的行为。就在我们领海领空附近，不断的有国外的军机和军舰，它不是通过啊。他是在那里转悠，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公约的。事实上，伫5月2日，共军舰1号战机也捌伫南海顶悬压榨美军 RC-135侦察机，直接为头前切过去，造成 RC-135受乱流干扰，看甲真厉害。了后，美方释出影片，谴责中国战机无专业而且危险的飞行动作。专家分析指出，同款的代志愈来愈多，而且万一出现失控局面，爱中美双方站在。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。